阿妹對我哋最好噶啦，好似上次飲茶啫嘛，佢第一時間幫我拎位，幾有心啊！拿位置那些事，當然是小孩子來做嘍。難道讓我們老人家來做嗎？現在家裡這點錢，只能送一個孩子出去讀書，合情合理當然是讓男孩子去嘍。得阿爸，點解唔係阿妹去啊？阿妹成績又好，又有理想，咁梗係阿 May 啦。停！阿妹佢啊，成日話要搞埋乜鬼嘢藝術喎。佢上次幫我畫畫都唔知有冇收錢添㗎。唉，成日啊又話要學呢樣學嗰樣咁樣嘥鳩晒啲錢。咁你有理想啊，都要有錢先得㗎。老婆，做人冇理想啊，你同條鹹魚冇分別咯。阿哥佢明明又唔夠分嘅，揀要佢去，或者爛鬼衰啫嘛。佢邊有心機讀書㗎？不如俾阿妹實踐個理想咪仲好？你咧？諗緊。妖，嘿，諗掂未？阿妹咯。你點啊？我嘅意思嗱，阿哥佢話咧，過到去就會努力讀書賺錢㗎啦。咁佢2年就可以上到樓㗎啦。個個都話努力㗎啦，唔通話去玩咩？2年供完層樓喎，得先得㗎。我個娶靚老婆啦，結果咪娶到你。你估我想嫁你㗎？你又冇錢喎，我頂唔順咯，離婚啦笨！講咩啊？你心知肚明啦，的士佬。的你老母。你講多次。老錯。大聲高唱，仍然期待世界給我鼓掌是妄想。趁現在追趕失散方向，曾懷着心底的信仰，千次萬次跌傷，開始不敢回頭尋覓那真相，明日那個幻想。開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，踏上這無盡旅途，過去飄逝。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夢想，我想拍電影，我想做導演，但因為要養家，到了現在年齡大了，老了，有殘廢，什麼也沒有做成。如果家裡有錢，就讓他們去追夢吧。得上我老婆在後面。如果說讀書就是為了賺錢，那不如去做鴨了。你們投票吧。都係想老咗都有人養先唱歌啫。不一定的，能夠完成夢想是最重要的。我選阿妹。全活在別人期待那獎賞，最後連自己都相信，勇氣不再熱血結霜。